牡丹姐姐，小七，你来的正好。小芳大人，参见殿下，施主事。哦，姐姐，青海宫实在太忙，但是我特地请小芳大人过来，替青海宫与姐姐一同挑选婚服衣料。是臣唐突了，臣以为只是挑选平时的布料和装饰，还是让师傅来吧。小芳大人，你是青海宫最喜欢的徒儿，定知道他的喜好，你来选是一样的。帝姬殿下说的对呀，小芳大人自幼跟随青海宫，小芳大人所选，青海宫必定满意呀。这喜服乃是大事，臣……小芳大人，帝姬殿下与青海宫成亲，那殿下就是季风馆的女眷了。先前你与师傅亲如一家，再过些时候又得到帝姬殿下的照顾，小芳大人素来聪颖，应该多多出力，与帝姬府常来常往啊。那臣便唐突了。请。小芳大人，如何？师傅平时不喜欢鲜艳的颜色，唯以白袍和淡青为主。但成亲乃是大喜事，应该以红色为主。臣以为此款布料柔软妥帖，虽是红色，但不艳俗，若加以装饰就很合适。殿下觉得呢？哎呀，小芳大人好眼力呀！这是咱们中州上好的锦缎，它的产地正是青海宫的故里流觞。如此甚好。小芳大人选的自然是最好的，又是青海宫的家乡之物，就这么定了。奴婢遵命，奴婢这就把布料送到灵锦司去。奴婢告退了。告退了啊！哎呀，海师，回来了。哥听说，你一整日都在跟昶王殿下筹办师傅和帝姬的婚礼啊？昶王殿下说，师傅最近闭关谢客，应该是有事在忙，无暇顾及大婚。我呢，自幼跟随师傅，知道师傅喜好，所以我相随在侧。没想到置办婚礼比练武还累。难怪，他向陛下给你告了假。告假？难怪他给了我一张置办东西的名录。海师，你若不喜欢，我便去向昶王殿下禀告，让你不再去筹办什么大婚便是。不必。这置办婚礼虽然累，但我就当是学习了。日后哥，你若是置办婚礼，也由我帮你操办。